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6年1月9号，公元2019年3月15号。本期的主要新闻有：美国《时代》杂志第3次刊登达赖喇嘛尊者专访；博茨瓦纳前总统和各国政要出席西藏自由抗暴60周年纪念日。敦珠汪清和西藏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海外中国民运团体前来达兰萨拉参加西藏自由抗暴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美国《时代》杂志在达赖喇嘛尊者带领流亡藏人60周年之际，刊出对尊者的专访。尊者谈及内心和平、全球气候暖化、美国总统川普等议题，并在就达赖喇嘛制度的延续作出评论。杂志封面为60年的幸存者，达赖喇嘛一直是佛教的面孔。中国还有另一项计划，此次也是达赖喇嘛尊者第3次登上《时代》封面。此外，由于今年是流亡藏人跟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踏上漫长流亡之路的60周年纪念日，在此特殊时刻，博茨瓦纳共和国前总统伊恩卡马、印度喜马偕尔邦前首席部长尚塔库马尔、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麦以及海外多个中国民运团体出席了当天的官方纪念日。主要嘉宾博茨瓦纳前总统伊恩卡马发表演讲时表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存在，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3月10号的爱国者被击败，但是争取西藏自由的精神斗争不仅存在于境内和境外流亡藏人同胞的心中，也存在于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心中。” Our own presence here today is testament to the fact that while the March 10 patriots were physically defeated, the spiritual struggle for a free Tibet lives on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not only of Tibetans at home and in exile, but also among growing number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伊恩卡马赞扬藏人行政中央的中间道路政策和积极参与全球性的活动。他说，南非曾经受压迫的人民也像藏人一样，他们在寻求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同时也在坚持不懈地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他还鼓励在场的藏人，虽然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漫长而痛苦，但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最终肯定能走向胜利。同样，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表明他们将继续支持非暴力自由抗争运动。在澳大利亚首都坎贝拉，国会议员迈克尔·丹比也参加了在当地举办的西藏自由抗暴日，并发表致辞，对西藏的自由运动表达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也于当日发表声明，关注和支持西藏的自由抗争运动。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第40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知名藏人政治犯敦珠汪清和西藏代表团于本周3参加了一场侧面活动，揭露了中国60年来在西藏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与会的现年45岁的流亡藏人敦珠汪清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电影制片人。他于2008年在北京奥运前夕，同友人果洛奇美在西藏境内采访多名僧俗，用镜头记录下普通藏人对达赖喇嘛尊者、北京奥运以及中国种种压迫政策的真实心声，最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片《不再恐惧》。这部纪录片也让敦珠汪清背负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入狱6年。在此期间，多个国际非政府和人权组织展开了各种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敦珠汪清的活动。此后，敦珠汪清在监狱服刑期满后，于2014年6月5号获释。刑满获释后，敦珠汪清再遭限制行动自由，最终于2017年12月底逃离中共控制，前往美国寻求庇护，与家人相聚。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海外多个中国民运团体，如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国际汉藏协会会长薛伟、中国民族阵线主席秦景盛雪、金秀红等60多位外国华人朋友，于上周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前来参加西藏自由抗暴60周年纪念日，并发表演讲，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事业表达了支持。各位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5再会。